不需講原因。我諗維港唱片其中一個特質就係好講呢個創作，但係就唔講製作咯。即係啲咁樣攞個膠袋袋住嘅碟，我哋都可以，即係都夠膽死去做。咁但係其實裏邊有12隊好有心思嘅樂隊，大家做一啲音樂，然之後就送俾大家。當大家都真係玩啲好嘅音樂，但係冇人會理你，因為我哋錢有限，宣傳能力有限。其實喺香港真係需要多啲嘅支持，令到你哋本來唔中意嘅樂壇變成一個你哋中意嘅樂壇。好似頭先我啱啱聽到My Little Airport，佢哋唱一首新歌，講緊年輕人失業，我好感動。一畢業就等於失業，一畢業就等於失業。3個月我結咗9份工，9份工作都好冇用，我今日只想留在家中。我哋而家個 indie label 咧，就係10幾個朋友一齊做，嗰件事就唔係純粹為咗賺錢咯，而係一種感情喺度咯。香港樂壇一向俾主流情歌壟斷市場，阿 P 同其他獨立樂隊就偏偏逆流而上。佢哋想俾香港嘅年輕人知道，音樂唔係只得一個選擇。我諗香港嘅年輕人都係人哋俾咩佢聽，或者佢喺媒體度見到啲咩，就會喺裏邊揀啲咩中意咯。咁所以其實佢哋都幾依賴個主流媒體。咁如果個主流媒體佢係一路做翻一啲好正常嘅嘢，咁佢哋永遠都係聽緊一啲好正路嘅嘢咯。我係一個好獨立嘅人啦，但係一出到去玩，我又可以玩得好癲嘅。一同人唔熟，我就會有少少收埋自己嘅。玩啊！1、2、3，我會即係諗佢會點睇我啲歌咧，即係佢睇我啲歌，佢會點樣諗我呢個人咧？我會一路試探人哋覺得我係點，我先至會將自己真正一面表露出嚟咯。嗰陣時係一路諗起媽咪，就越嚟越掛住媽咪。唔係填呢首歌，我都唔會發覺。我就算開心定唔開心嘅時候，都會我媽咪喺我身邊同我分享啊、分擔啊。佢都會為我嘅前路着想啊，去幫我安排咗好多我人生裏面好多嘅路。佢係一個好好嘅媽咪。每個人都有唔同嘅成長經歷，阿 P 同海南嘅際遇雖然各有不同，但係對於自己中意嘅音樂就同樣執着。企喺現實同理想之間，佢哋有唔同嘅取捨。始終金錢都係一種生活嘅必需品嚟嘅，會平衡到金錢起碼養得活自己先啦，然之後將其餘嘅時間花喺音樂上面。如果需要係要依人哋嘅要求去寫一首歌嘅時候，首先視乎別人嘅要求係乜嘢先啦。如果佢要我做到嘅要求係一啲始終都係我自己中意做嘅嘢，我都會去嘗試一下。始終係一個好難得嘅機會，去俾自己嘅音樂去俾到更多嘅人識。但係我唔會話非常之強迫咁自己去做自己唔中意寫嘅嘢、唔中意做嘅嘢咯。依家寫嘅歌咧，根本上就喺度鬧緊主流音樂嘅。好多時候，呢一種歌留翻喺即係用一種 DIY 嘅方法去做，先有佢嘅魅力喺度咯。如果過咗去大公司做，就變咗有啲自相矛盾，同埋有啲九唔搭八。人生有2大悲劇啦，第一大就係你好想做嘅事，你就做唔到；第二就係你好想做嘅事俾你做咗。我哋永遠都享受一個最好嘅時光，就係喺嗰兩者之間咯。
我希望可以出到更多嘅歌，留到出邊有更多人嘅識我，同埋有人中意，有人認同。咁人生不嬲都唔容易行嘅咯，隨遇而安咯。